繼續來看呢，係客家共享獎嘅呢啲報道，人講世界各地旅遊行業嘅腳跡個，今年客家共享獎公共事務團海外推廣類得主林秀美順，以喺度提美國多年呢，佢促進呢喺海外推廣客家文化，除強盛苗栗市同自家個巴勒鐵市變做姊妹市，而含往日嘅地方政府呢，同當年8月嘅露天作為客家日，為韓國多外國人來認識客家。好聽嘅客家歌曲，啲離台灣萬公里安然嘅自家歌唱起來，隨係啲國外僑胞聽嘅卡滿心照。林秀美順係大幫主辦藝術交流議會，為當到本單忙識聽過客家外國人，每天天呢來接觸客家。這些老外們，他們到哪裡去，他們都不會忘記唱客家歌。客家山歌啊，講得懂會唱啊，不需要我 push 啊，很多時候是你要去 push 他們，就說哎呀，請你來唱我們的歌，沒有，我都沒有。是做過美國中西部客家同鄉會會長嘅林秀美順，頭中年喺海外推行文化工作，見多工人無就係田傳人一條傳統職業，都會結合客家元素來辦一系列慶祝活動。希望一條僑胞永久記得自家文化。這個文化的傳承是不能夠斷的。我已經做了30幾年，當然我30年前開始的時候，並不是在做客家的，可是我一定我記得愛客家人，所以每一次我如果有機會，一定不管是在巴勒特斯或者在美國的主流社會裏頭，我要盡量的要介紹我們客家人的作品。2010年，林秀美順和強盛苗栗市同自家個巴勒鐵市結做姊妹市，台灣地區之後就加有人看得到，佢每出現展出台灣客家藝術家作品同在地文化來交流。巴勒鐵市也下係因這樣到當年8月嚟聽做客家日。市長跟我們很熟嘛，哈，就是很喜歡客家，所以市長呢的那個季刊啊或月刊啊，他們季刊裏頭一定會把我們。就如果有活動，就會把這個活動，照片啊、相片啊，或者是寫一些關於客家的事物，所以都會介紹給巴勒特的市民。林秀美順講，也係美國係有一道政府機關唔承認台灣嘅國際 TV， 想要建立外交關係冇安怪。我建議客家文化內涵會係享受台灣嘅機會，佢們希望有一日美國嘅主流社會會很難認識台灣、認識客家。客家新聞的記者組綜合報道。